林教安客家文化节伫个轮培盛大开幕。上届精彩的节目就是夜间野火把孙庄仔头，安尼一点一点的火光串联起来，画面真壮观。 中关来宾做伙甲大型火把点火灯，宣布2020年云林教安客家文化节正式开始。大卡真侪乡亲，大家拢摕火把，准备来去采集油棕。其中有真侪人拢是为外地来到轮培，要来体验在地文化活动。 希望能够说去参与以前他们先人共同抵御外敌的时候，他们那种守望相助的精神。今年教安客家文化节，后来参加乡亲感受到文化魅力，嘛体现客家人的团结和精神。把这个文化的传承，透过每年的中秋节，让不同的族群 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少安客的传统习俗的文化。接落来为期1个月活动，会伫咧轮培、理伦、西螺等等乡镇小续举办，非常欢迎各地民众做伙来体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